一列港鐵港島線列車星期六晏晝準備駛離灣仔站月台嘅時候，被人蓄意伸手干擾列車車門。列車懷疑開門嘅狀態之下，繼續行駛去到銅鑼灣站，職員先至安排乘客疏散。港鐵就事件報案，警方翻查閉路電視片段同埋深入調查之後，同日夜晚就喺紅磡區拉咗一個16歲嘅印度籍少年，佢涉嫌刑事毀壞，正係被扣留調查。專家就話，今次列車未閂門但繼續行駛嘅事件罕見，更加形容係世界第一次。估計有人破壞咗車門感應器，以致到傳送咗錯誤嘅信號，導致車門未閂好就開車。機電署就話喺接獲港鐵通報事故之後，已經派員到場調查，涉事嘅列車已經即時停止載客服務，並駛返去車廠作全面檢查。署方已經要求港鐵公司就事故作進一步調查，並提交詳細報告。